有團體向政府遞信，要求將所有家庭暴力行為列為公罪。而喺遞信期間，團體不滿警方更改遞信地點同限制遞信嘅人數，雙方各執一詞。家暴法立法關注組就家暴法嘅立法問題到政府總部遞信，期間有便衣警察在場攝錄，亦都有便衣警員要求團體嘅代表將遞信地點改為政府總部嘅後方，並只限5個人遞信。隨後團體高叫口號同埋舉起標語，亦都被便衣警員阻止。你哋而家咁樣啦，舉晒牌啦，同埋嗌晒口號啦，係唔可以嘅，遊行示威嚟嘅。咁你哋係冇申請嘅，你話可唔可以放得滯？放得滯。而團體應要求改喺政府總部後方遞信，不過雙方再就限制遞信人數等嘅問題爭持。點解唔俾我哋一齊喺呢度遞信啊？因為真係喺呢度已經係太過狹窄啦，所以頭先其實應該喺正門度遞信啦，呢度咁窄啦都擺明。係啊，佢哋講話咧就5個人遞信嘅，但係咧我哋以根據以前嘅報道啦，例如街總嘅遞信啦，其實我哋知道原來係一紮人遞信係有呢個可能性嘅。咁點解一定要係5個人先？即係好難免令人覺得係一個親疏有別咯。而治安警回覆本台查詢嗰陣強調，一直以嚟遞信人數都係以5名人士為限，各個遞信團體都願意配合警方要求。又話警方一直都係以協助遊行人士反映訴求為主要目的。由於行政長官辦公室即係政府總部嘅後方，一直係主要接收信件嘅地方，因此向有關團體表示移步到行政長官辦公室遞信。今次關注組遞信係不滿家暴法草案當中未有將全部家庭暴力行為列為公罪。就家暴應唔應該列入公罪，較早前社工局透露，新修訂嘅家暴法草案建議將重複性嘅普通傷害列入構成公罪。澳門電視台記者梁嘉怡報道。